来看这有影是贼青街牌。伫高雄有一个贼仔，伊伫2年前假作是厝主，骗开锁的师傅来开门，去别人家偷摕物件。1个月了后，伊想要搁用同款的步数继续来骗，煞是去互这个开锁的师傅认出来，伊是随报案抓人，落尾手这个贼仔是当场强抓起来。 提出锁头，这位有40年经验的老师傅，10秒到30秒就成功开锁。这项特殊的技术煞互嫌犯利用。2年前，细陈的贼头锁定一栋老瓦厝，假作是厝主要开锁。师傅接到电话了后到场，特别大声问讲啥人要开锁。细陈的嫌犯出现解应，师傅要求对方提出证件，伊煞骗讲证件锁伫厝内。拍锁时的师傅唔知情，就把门拍开，互贼头真简单偷走厝内12000块的金牌。 应该这是惯窃啦，伊就摕偷了习惯啊，对无？伊老伙仔伊即马可能摕感觉摕咧做无什么代志，嘛是捌去偷摕物件这种了。那个是客人，客人来吃碗粿的时候，观察地，他说要掰爆了，觉得怪怪的。 代志发生伫2年前，师傅开锁无偌久了后，就互告知互人骗啊，赶紧请厝主报警。只是事发过1个月，刚一位姓陈的男性又搁敲电话要求开锁，因为地址相共，声音也拢共一个人。师傅认出嫌犯，连工具拢无查，就会同警方到场抓人。后来这位贼头互判7个月。你嘛判断袂出来，拄着讲你叫你开锁啊，怪怪啊，你看后壁惊，迄着咱就爱注意，就唔敢开。 所以开锁本人伫遐，才会当开；本人无伫遐，就袂当开啦。避免开锁机卡互歹人利用，师傅会先请对方提出证件，并且伫对话当中观察对方敢有误过。若无法度提供证件，也会挑工大声甲伊问，互厝边知影讲有人请师傅来开锁，也借机会判断这个委托人敢是真正住伫开锁地点。也因为开锁是特殊技术，常常爱配合警方执行任务。根据了解，警方也会对管区内底的拍锁时的师傅有掌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